有網友點名要聽關海山啊，人稱哈叔嘅資深演員關海山，由粵劇名伶跨進電影界，再成為第一代嘅電視演員，曾經參與過300多部嘅電影電視演出，同佢一齊拍檔過嘅人唔少都成為天王巨星嘅，例如劉德華、梁朝偉、吳孟達等等。佢經歷過好多段婚姻啊，佢嘅幾位夫人喺佢身後發動嘅爭產大戰，亦成為唔少家庭觀眾嘅茶餘飯後話題啊。究竟呢一位黃金配角有啲咩魅力，令到我哋嘅網友點名要聽佢嘅故事呢？想知道就唔好行開啦，我哋一齊坐返時光機，返去1924年10月23號嗰一日，就係關海山出世嘅日子啦。有冇人知道佢喺邊度出世嘅呢？原來佢係喺廣東省嘅廣州市出世。佢原名叫做關銘國，銘係金字邊做姓名個名，國係覺醒個國。另外佢亦有另一個名叫做關寧，寧靜個寧，大家都尊稱佢做哈叔。佢比好多人幸運啊，佢自細就跟隨爸爸關耀輝喺梨園粵劇團學藝，係文武全才嘅粵劇小生。佢從1936年開始入戲行，活躍喺粵劇嘅舞台，擅長飾演英俊小生同埋達官貴人。曾經加入由粵劇名伶任劍輝、白雪仙擔綱嘅新星劇團。1937年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關海山跟隨爸爸媽媽移居香港。喺1950年代，關海山開始參與粵劇電影嘅演出，例如喺1956年嘅薛丁山三戲樊梨花，關海山係飾演薛子龍。到咗1960年，佢已經成為粵語電影嘅首席小生，例如1962年嘅電影《紅孩兒》裏邊，佢就係飾演唐真噶啦。喺同一年上畫嘅電影《仗義還妻》，關海山係飾演林思勉。後嚟亦都喺電影《火龍怒吞雙虎將》裏邊飾演黃成，亦都喺1966年喺羅次導演執導嘅電影《女黑俠血戰黑龍黨》裏邊飾演關警官。喺同一年又喺黃學星導演執導嘅《孫悟空大戰群妖》裏邊飾演主角唐僧。大家又知唔知道關海山由1964年開始拍過7部同如來神掌有關嘅電影啊，一直拍到1990年啊。頭5部如來神掌電影裏邊，關海山就飾演主角龍劍飛嘅好朋友陸虞。佢最擅長就係使出佢嘅七旋斬。如來神掌呢一套經典電影，你都咪話，除咗男女主角曹達華、于素秋之外，都捧紅過唔少嘅演員噶。除咗龍劍飛嘅好朋友關海山之外，歷代如來神掌裏邊演出過嘅演員仲有波姐馮素波、容玉意、林鳳、雪梨、真江，當然唔少得嘅梗係奸人堅石堅啦。呢出開創先河嘅經典粵語片真係百看不厭啊！關海山演出過超過300幾部嘅電影同電視劇，當然唔可以唔提佢喺電視裏邊嘅輝煌成就啦。佢喺1976年加入咗香港無綫電視。加入無綫，關海山參演嘅第一出電視劇叫做《書劍恩仇錄》，佢係飾演陸飛青。哇！幾十年前嘅電視劇《書劍》有冇朋友睇過啊？係由鄭少秋、汪明荃、李思琪、黃淑儀、朱江、夏雨、伍衛國、余安安、關海山、高妙思、盧海鵬、張活游演出，一共有60集啊！
由王天林監製，喺1976年6月28號到9月17號出街嘅。哇，暑假檔期喎。之後佢演出過一系列非常入屋嘅劇集，嗰陣時仲係大家趕住返屋企睇電視、擔凳仔坐頭位嘅日子。繼書劍之後，關海山仲有參演過《狂潮》、《陸小鳳》、《民間傳奇》、《大亨》、《強人》、《倚天屠龍記》、《奮鬥》。去到1979年，佢演出《天虹》、《楚留香》、《網中人》、《風雲》、《親情》、《輪流轉》、《勢不兩立》、《過客》。1981年嘅《佛山贊先生》、《女黑俠木蘭花》、《飛鷹》、《英雄出少年》。1982年嘅《天龍八部》、《星塵》、《萬水千山總是情》，仲有連續劇《香港8二》，出好戲數都數唔晒啊！數住咁多先，基本上無綫所有收得嘅電視劇都有關海山嘅。佢嘅電視劇代表作，我估唔同嘅觀眾有唔同嘅口味啊。例如喺《射雕英雄傳之東邪西毒》裏邊，佢係飾演黃藥師嘅弟子陸成風。喺1984年嘅《鹿鼎記》，即係劉德華、梁朝偉嗰出呢，關海山係飾演鰲拜嘅。喺《流氓大亨》裏邊，佢就係扮演鄭裕玲嘅爸爸啦。而佢喺《親情》仲有誓不低頭嘅演出，亦都係深入民心，直至今日依然係值得回味嘅。真係唔講唔知啊！原來關海山參演咗好多金庸武俠劇，除咗頭先提過佢喺1976年《書劍恩仇錄》裏邊飾演陸飛青之外，佢仲有喺1978年嘅《倚天屠龍記》飾演張三豐，82年嘅《天龍八部》飾演慕容博，84年嘅《笑傲江湖》，關海山就係林震南啦。佢演出嘅《鹿鼎記》唔止一部啊，仲有1998年嗰一部，關海山飾演陳文亮。另外仲有喺2出金庸嘅武俠劇集，包括1989年嘅《俠客行》，仲有《連城訣》啊，佢分別演出八自在同埋靈退師。未有機會睇嘅朋友，搵返嚟睇啦喂！有關佢嘅電視劇集，真係講10個鐘都講唔完啊！無論古裝時裝，佢都係拿捏得當，演技精湛，感動人心。佢拍電視劇集嘅同時，亦都有投身電影圈啊！已經係彩色電影嘅年代，其實佢係冇停過拍攝港產片嘅。假設我哋將1970年作為一個分水嶺，70年前關海山拍攝嘅就係粵語長片啦。喺1970年代之後，佢拍攝嘅港產片相當之多，佢嘅戲路同角色亦都超乎大家所想象噶。要數佢香港電影嘅代表作，可以由 A 計劃開始，仲有辣手神探、男與女、家有喜事、5億探長雷洛、天若有情2之天長地久。佢憑住1991年參演嘅電影《5億探長雷洛傳》，榮獲第1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同埋第28屆台灣電影金馬獎嘅最佳男主角獎。佢喺1992年演出嘅賀歲電影《家有喜事》，同李香琴一齊飾演2個選擇性失憶嘅爺爺嫲嫲，真係勁搞笑啊！佢從影以嚟演出嘅角色不勝舉目，有皇帝、富商、木匠、平民、探長、無賴、淫賊，任何角色佢都可以演出得有血有肉，令人信服。有時睇完一出電影，你未必記得嗰出戲叫咩名嘅，亦都未必記得主角個名嘅，不過總係唔會唔記得出場未必好多，而只有3言2語嘅配角關海山啊！呢個就係蝦叔嘅魅力啦。喺電影電視上邊，
佢經歷過唔同嘅角色，唔一樣嘅人生。喺現實生活裏邊，關海山尤其是感情生活一樣多姿多彩啊！佢一生經歷咗4段婚姻，頭3段婚姻冇正式註冊㗎，膝下有4個女3個仔。如果有遺漏嘅話，歡迎大家喺留言欄補充啊！關海山第一任太太喺廣州認識，因為年代久遠啊，所以隱密功夫做得幾好，好似話冇咩人查到佢個名啊，淨係知道佢哋2位喺廣州認識，相戀相愛，冇諗住生 BB， 不過就有1名養女。而佢第2位太太叫做黃麗，佢去越南拍戲嘅時候認識咗㗎。隨後佢就跟關海山返到嚟香港生活，2個人一共有3個仔女，分別係長子關楚紅、第2仔關聰，仲有囡囡關婉清。呢位二房嘅二公子關聰真正係子承父業啦。關聰曾經同佢爸爸關海山同台演出，喺《倚天屠龍記》仲有《小李飛刀》《天龍八部》一齊合作演出啊！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個樣係點噶？哇，原來關聰好靚仔啊，高過爸爸好多，高高瘦瘦，非常靚仔，非常靚仔。望到相你記得邊個噶啦？以前電視劇都會見到嘅。關海山呢個承繼佢衣缽嘅仔關聰，憑住劇集《楚留香》風靡台灣啊！佢喺《楚留香》裏邊飾演無花和尚，一炮而紅啊！原來佢細個嗰時唔係同關海山一齊住噶，佢係返到去廣州同爺爺嫲嫲一齊生活，之後就去咗香港，仲喺1972年加入咗無綫第1期嘅藝員訓練班添。佢係1970年代無綫電視著名嘅小生之一，最擅長喺戲劇裏邊飾演反派。聽聞佢喺楚留香飾演嘅無花和尚原本係由夏雨飾演㗎，不過阿夏雨哥唔肯剃頭，所以就由關聰頂上啦，真係抵得諗啊！生得咁靚仔，剃光咗個頭一樣咁靚仔啊，冇影響。佢喺1984年離開咗無綫，轉去台灣發展啊。佢大概喺1996年拍埋電影《鳳舞9天》，突然息影，退出娛樂圈，轉行做生意啦。近日都有新聞報道話關海山個仔關聰息影17年啊，有億萬身家。嗱，唔好以為佢承繼咗爸爸嘅遺產之後就無所事事噃。佢而家致力喺街頭售賣自己研製嘅 XO 醬，佢有20幾年製醬經驗噶啦。關海山第3任妻子叫做葉娥穗，亦都係哈叔去到外地啊，喺馬來西亞拍戲嘅時候認識噶。雖然第3任妻子跟隨住關海山返到香港，都住咗幾年噶，佢哋仲生咗個女。不過第3房啊，最終都係選擇離開香港，飛咗去美國啊。而3房呢個女亦都跟埋媽咪喺美國生活。後嚟呢，到咗佢大個之後，亦都返咗嚟加入咗香港嘅 TVB 喎。哦，咁都算係女承父業啊。到佢第4任妻子個名就叫做曾蒂蓉，就係關海山呢去到新加坡拍戲嘅時候認識，佢亦都係哈叔最尾嘅一位太太啦。佢陪伴住哈叔30幾年啊，所以大家都稱呼佢做哈嫂。2個人生咗細仔關可為，娶咗第4個老婆之後，關海山就冇再去外國拍戲啦，專心喺呢一頭家，留喺香港搏命做嘢啦。聽聞佢頭3位太太都冇正式辦理過結婚手續，只有第4任太太係正式註冊噶。
不過關海山喺1924年出世，以前結婚行三書六禮，冇去註冊都唔奇啊。不過事情係點，真係佢哋屋企人先知啦。晚年嘅關海山依然喺娛樂圈嘅最前線堅守着崗位。不過佢喺2001年拍完電視劇《公司戀事多》之後，冇幾耐因為中風導致到半身癱瘓，經過搶救執返條命。不過從此就淡出娛樂圈啦。自此之後，香港嘅電視圈同埋影壇就少咗一位演技獨特嘅資深演員啦。吳孟達話佢同關海山相識近30年，喺佢人生最低谷嘅時候，關海山一直不停鼓勵佢，俾咗吳孟達好多有關表演嘅書籍去睇，仔細同佢分析每一個角色，一點一滴咁樣示範俾佢睇，應該係點樣去表現出嚟。吳孟達憶述，佢話當時唔使講其他人啦，佢連自己都對自己好失望啊。而哈叔一直要吳孟達唔可以放棄對自己嘅信心噶。講到呢度，吳孟達都不禁黯然落淚。到咗2006年9月11號，關海山喺寓所去世。明報嘅報道，佢去世嘅原因係高血壓同埋糖尿病併發症。發現嘅時候，佢身體已經出現僵硬啦，享年82歲。到咗10月4號，佢出殯當日，大部分娛樂圈嘅明星都趕到嚟送佢最後一程。一代明星生前萬人尊敬，身後卻掀起咗爭產嘅風波。話說關海山逝世之後嘅3日，佢嘅遺體被移送去殯儀館嘅道路上邊，佢第2任太太嘅仔關楚紅同埋第3任太太嘅女關智瑩喺殯儀館門外攔住靈車，跪低拜別爸爸，令到關海山第4任太太哈嫂大鬧哈叔前妻嘅仔女啊。而關海山3任前妻同埋啲仔女因為唔滿意佢第4任太太哈嬸對關海山嘅財產冇清楚交代啊，佢仲表明唔想俾關海山3任前妻同埋啲仔女出席喪禮添。哇，真係一場大龍鳳即將上演啊！到咗10月4號，係送別關海山出殯嘅大日子。關海山嘅2房同埋3房4位仔女都到達咗殯儀館，而喺出殯當日擔花買水嘅並唔係佢長子關楚紅，而係4房哈嬸嘅獨仔關可為。根據明報嘅報道，關可為自稱係代表4個兄弟姊妹，包括關楚紅、關聰、關遠清同埋關智瑩啊。當然啦，其他仔女對於呢件事係非常之關注嘅。喺當時，佢個女關智瑩接受明報周刊訪問嘅時候話，瞻仰遺容嘅時候，4房嘅哈嬸行過嚟叫佢哋乖乖地咪搞事啊。而大哥嘅仔明明就係長子的孫啦，專程喺國內嚟到香港送終。佢提到中國人都係知道長子係負責擔花買水啊。關智瑩當時都冇出聲啊，佢話唔想搞到咁難睇啊。而4房嘅哈嬸喺電話裏邊知道2房嘅女關智瑩主動聯絡明報周刊嘅記者，哈嬸好鬼死激啊，喺電話裏邊喊咗出嚟，亦都即時反駁啊。佢話父母在堂啊，況且係哈叔生前指定要可為擔花買水嘅，可為即係4房嘅細仔啦。有關財產方面，《星島日報》喺上個月亦都報道過，
關海山個仔關聰啊，佢接受訪問嘅時候提及，佢係大媽嘅細路，爸爸關海山留低咗好多物業俾三媽，關聰自己就好少返香港啦。其實實情關海山留低幾多遺產呢？有傳佢生前留低大量嘅古董、名酒、名畫、物業，仲有3間銀行嘅存款。二房同埋三房4個仔女，最後同4房嘅蝦嬸發生遺產爭奪戰啊！曾經話阿蝦叔都冇訂立遺囑噃，蝦嬸之前話冇，之後佢聽到佢哋其他仔女話要攞返應得嘅嘢之後，即時就改口風話關海山喺中風之前已經去律師樓訂立咗遺囑噶啦，亦聲稱呢份遺囑喺佢手上，仲話佢哋一個都冇得分啊，就連佢個仔關可為都冇啊。佢補充話，就算佢自己過咗身，遺產都係屬於佢個仔，陪咗蝦叔30年啊，呢啲係佢應得㗎。佢亦都透露，關海山中咗馬標，贏過千萬，關佢咩事喎？聲稱佢哋呢一班人冇嘢應得㗎。4房蝦嬸反問佢哋有冇盡過做仔女嘅責任啊？亦都話佢哋都冇養過蝦叔，又窮。蝦叔過咗身之後，咩都係屬於我嘅。仲話遺囑係蝦叔中風之前喺律師樓訂立咗噶啦，好簡單，佢就係遺產嘅繼承人啦。哇，蝦嬸就係咁樣講啦。4房嘅蝦嬸一直堅持關海山死之前留低嘅遺囑，全部財產都係屬於蝦嬸嘅。而2房同3房4個仔女要求阿蝦嬸將個遺囑攞出嚟嘅時候，蝦嬸唔肯喎，結果就導致2房同埋3房聯合一齊同4房嘅蝦嬸發生爭產風波啦。大家都覺得冇計傾啊，交俾法庭跟啦。唉，真係蝦叔屍骨未寒，就已經因為佢嘅遺產事件鬧上法庭啦。唉，結果加州變咗全世界都知道啦，不禁令人黯然神傷，無限慨嘆啊！將件事鬧到咁大，究竟關海山個遺產有幾多呢？明報周刊就打聽過，知道關海山喺生前有唔少物業噶，包括喺錦繡花園、康樂園、窩打老道等等。另外仲有3個銀行戶口嘅存摺，仲有加埋大概價值60萬港元嘅古董等等。蝦叔關海山當日離開人世，佢生前嘅好友，例如曹德華、沈殿霞、李香琴，喺傷痛中都認為蝦叔喺中風之後健康大不如前，又講唔到嘢，行又行唔到，眼見佢冇痛苦咁樣走咗，不失係一種解脫啊！有人提出關海山嘅字典裏面排名第一嘅就係酒啦。喺佢中風之前演出最後一個大型嘅舞台劇，叫做《今夜真情流露》，同佢合作過共事嘅，當時見到佢係精神幾好，而且係非常專業㗎。每一次嘅通告，關海山一定準時出現，而當休息嘅時間，蝦叔亦都會坐喺角落或者樓梯底，自斟自飲，自得其樂嘅。聽聞電視劇《真情》同蝦叔合作嘅演員已經成日勸阿蝦叔少飲為妙啊。不過蝦叔通常都面紅紅、笑眯眯咁樣敷衍咗佢。喺關海山年輕嘅時候，2號杯中物噶啦，一起身就話要飲酒噶啦，甚至有時將烈酒當水飲添。當佢慢慢步入中年，先轉咗飲啤酒咋。而佢提攜過嘅吳孟達，以前就成日陪阿蝦叔通宵咁樣飲個不停。
關海山同吳孟達講，飲酒有助記憶力，幫助血氣運行添。咦？你哋點睇啊？曾經同阿哈叔一齊拍《金牙大狀》嘅阿蛋鄭丹瑞就話，飲酒對佢全無影響啊！佢見到關海山每次一入廠就好似上身咁樣嘅喎，念對白朗朗上口，滔滔不絕。有報道話無綫上上下下都知道關海山中意飲酒啦，見佢又冇影響工作，所以都會順住老人家嘅意思，仲話佢係全台唯一一個可以喺電視城公然飲酒嘅藝員添。吓？屬真屬假呢？有冇人知道啊？酒識財氣，講完酒，喺色方面，今集節目都已經提過，哈叔一生有4段婚姻。自從喺新加坡認識到第4任妻子之後，就形影不離，同其他前妻仲有前妻嘅仔女關係疏離，直至到佢2001年中風入院，4房嘅哈嫂亦都見佢其他前妻仲有啲子女去探望，因此就鬧出啲唔係咁開心嘅事啦。甚至到咗哈叔與世長辭，佢第2任妻子所生嘅女兒關婉清致電哈嫂慰問一下，但係換嚟嘅只有冷淡嘅回應。而三太太嘅女關志瑩更加投訴，多年嚟都係俾哈嫂隔絕咗佢同哈叔之間嘅聯絡。哈叔工作咗成70年，累積咗唔少嘅財富。雖然佢好中意賭下馬仔，人人都話10賭9輸啊，不過聽聞佢嘅運氣好好噶，經常贏錢添。譚炳文仲聽聞關海山喺新加坡嘅物業就係佢賭馬仔贏返嚟嘅戰利品啊！哇，咁犀利！仲有佢生前珍藏咗無數嘅古董、洋酒、煙斗、名畫，咦？唔怪得知，就為佢日後幾房太太同仔女嘅遺產爭奪戰展開序幕啦。關海山嘅酒色財氣去到財啦，因為佢係正印文武生嘅身份，喺1976年經黃天林引薦跳入公仔商，喺電視台裏邊第一部劇集《書劍恩仇錄》，關海山以佢名伶嘅身份帶嚟1200蚊豐厚嘅月薪啊！1976年，佢確實係傳頌一時嘅長青樹。咁多年來啊，佢喺戲行同所有最紅嘅花旦小生合作，一直都係融洽相處，好少話有啲是是非非或者有啲咩拗撬噶。周潤發最難忘喺1979年拍攝《網中人》嘅時候，關海山對佢非常照顧啊，仲無條件咁樣同佢分享演戲嘅心得。同樣喺《網中人》大放異彩嘅鄭裕玲，佢亦都喺關海山身上學識咗唔少嘅演藝經驗。嘟嘟鄭裕玲回憶返，因為當年合作嘅都係戲劇性好強嘅一啲電視劇集，關海山一開工永遠都係非常嚴肅嘅，唔會講笑，唔會講咁多閒話。就算拍緊戲嘅時候唔係一剔收貨，關海山都絕對唔會發脾氣噶。當然啦，面對一啲晚輩，未必一次就拍得好噶嘛，佢反而好細心咁樣提點晚輩，令到鄭裕玲心存感激啊。其中一件震撼影視圈嘅，就要數返關海山喺1983年喺電影《男與女》裏邊飾演一個中年木匠，同偷渡客鍾楚紅合作。哇，裏邊嘅橋段震驚娛樂圈啊！亦都因為同關海山合作嘅呢一出《男與女》，令到鍾楚紅第一次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啊！不過好可惜，當年呢仲未有最佳男配角呢個獎項啊！如果唔係，一定非關海山莫屬啦。
呢套電影嘅故事講乜嘢？我唔喺度講啦，兒童不宜啊，你哋自己揾返嚟睇啦。不過好戲有好報啊，喺1992年，關海山就係憑住《5億探長雷洛傳》一口氣就奪得金像獎同埋台灣金馬獎嘅最佳男配角啊！當年佢獲獎嘅時候講咗句：我個個都多謝啊！上一代嘅厚道係好值得我哋學習噶，而家好少人講多謝噶啦，就算講都係嘴唇同你講，絕對唔係由衷嘅，聽都聽得出啊！做戲都懶得做啊！而家啲人，所以蝦叔，大家永遠都係懷念你嘅。你喜歡睇關海山邊一出電視劇、電影，甚至會唔會有機會有人聽過佢唱粵曲做大戲呢？佢都做唔少粵語片㗎噃。我睇佢同任劍輝啊、白雪仙啊、麥炳榮啊、任冰兒啊，好多大老倌都同佢合作過噶，係真係頂級嘅紅伶啊！不過出世出得遲少少，未去到粵劇界大紅大紫。不過佢喺電視劇、電影係發光發亮噶。你歡喜睇佢邊一出作品呢？歡迎你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歡關海山嘅話，請你點讚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呢集節目俾你歡喜嘅朋友知道。隔籬仲有個鈴鈴，撳埋個鈴鈴，等我哋有新節目上架嘅時候 YouTube 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啊！感謝大家收聽收睇呢集節目，祝各位身體健康，福杯滿溢。約定你下一集再見啦，拜拜。